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好康的，是高雄市准妈妈的福利。本地是生囝的津贴，甲做月来到厝服务这两项会当选一项。即摆阁来宣布，针对弱势产妇的族群，明年开始，只要资格符合者享受这相同的福利，两项拢要互你。若是产妇无爱做月来的服务，安尼就直接来折现金。生第一胎上悬是5万，第二胎6万，第三胎9万。这个是宝宝的头，这是身体。为着生高这囡仔，逐摆来选囡仔，做妈妈的拢有够欢喜的。不过对较无钱的家庭来讲，囡仔出世后负担可能会变多。但是即马免烦恼，高雄市宣布，为明年开始会有更加侪福利。这个生育津贴可以领，另外一个坐月子到宅服务也可以提供服务。那或者是他选择要折现金，然后我们预估应该是有400多位的产妇。本来生囡仔津贴含做月来到厝服务，干会当选一个。不过未来若是经济较歹的人，符合相关资格，这两项福利拢享受会到。做月来到厝服务，同时可以当换现金，等于头一梯领5万，第二梯6万，第三梯是9万的补助。他如果政府愿意2个都可以补助，那很好。每个人需求不一样，有些人可能他需要月嫂，而不是需要钱。经济上比较不是那么的 OK，所以就能够多一点补助或是多一点方案，对他们来讲是有帮助的。有给就是这2种的补助方案，那当然这个是对我们来讲，其实也是很乐观其成。他们是经济弱势的家庭的话，其实我们本来就有推一个暖心专案。除了市府杀出来方案，有病院有提供大心的补助专案。即马高雄市除了宣布新方案，高雄市长陈其迈顺利认真，小瑞个布局毛流做调整。新闻局长的会由刑局处长洪炳豪来接，市府发言人张宪庆接刑局处长的会，观光局长是由议员高敏仁来接。这波人数名单，毛市府团队各个少年有活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